如果你喺3到5月之間嚟台灣，千祈唔好錯過新北市石門區嘅老梅綠石槽。呢度被 CNN 評選為台灣8大秘境之一，每年春季都會變身為一片鮮綠色地氈，長達近2公里嘅石槽上滿布翠綠海藻，真係靚得令人平息。老梅綠石槽係罕見嘅火山地形，與一般沙灘或岩岸唔同，呢度嘅石槽係由幾十萬年前陽明山大屯火山噴發形成，經過海浪侵蝕，留下堅硬部分，形成獨特嘅海蝕溝槽。隨住海浪拍打，海藻喺石槽上生長，而當海藻枯死後，其遺骸又會硬化成薄薄嘅石灰質，造就咗壯觀嘅綠石槽景觀。最佳觀賞時間係每年大約3至5月嘅春季，建議喺天晴嘅日子約傍晚4點半到達，咁就可以欣賞到金色餘暉灑落喺綠石槽同海面上，景色非常迷人。不過呢片美麗嘅綠石槽近年受到暖冬氣候同人為踐踏影響，面臨生存危機，所以嚟到呢度一定要眼看手勿動，唔好踩踏石槽，讓珍貴嘅綠藻可以永續生存。除咗老梅綠石槽，石門區仲有好多其他值得一遊嘅景點，例如白沙灣可以踩沙灘、搭浪花，或者去富基漁港食海鮮。當地嘅美食亦非常吸引，特別係石門劉家肉粽，佢哋嘅各種口味粽子同四神湯都好好味。另外，位於石門嘅米斯提極北藍點有海景咖啡廳，佢哋嘅泡芙大到比手掌仲要大，招牌地瓜泡芙經常一出爐就賣晒。總之，北海岸擁有豐富多樣嘅自然景觀，值得你一日遊，甚至可以安排2天1夜深入探索。希望你鍾意呢條片，如果呢條片啱睇，請撳一下 like、share 出去同埋訂閱。去埋我哋 FlyGBA 網站，裡面有好多旅遊資訊攻略，不時仲會有優惠着數。